祝咱兄弟大家平安。这个假期嘛4天啊尔吼，咱有足侪人啊，转去家己故乡啊，去扫墓吼，纪念咱的家己祖先。咱嘛今日透早阁有落雨吼，啊嘛，咱嘛知影讲中南部即马阁欠水吼，咱嘛为这来纪念吼。好，咱要开始今日礼拜，咱大家咱下头同心来祈祷。愿你天父，感谢你，愿众信徒搁组织伫你面头前来敬拜你。伫即个假期，阮有真侪人嘛转去家己的故乡纪念家己的祖先。阮嘛有侪人嘛搁来礼拜堂聚会路途中间，求主你赐福，互每一个人，互因伫来到你殿院的路途中间会当得到平安。阮即时嘛要开始今礼拜，求主你赐福，互牧师的讲道会当开阮每一个人心门。阮今日要举行圣餐，也求主纪念，互阮会当记得主为阮每一个人来顶是个死过过活。阮将今日的礼拜恭敬奉献伫主的手中，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咱伫礼拜开始进前，咱先来看圣诗35首。总共有50。咱兄弟读第1甲第3节。姊妹读第2甲第4节、第5节，咱斗阵来念。好，请。主的律法极其完全，着幸福顺坦伊，世间高人。愚妄自专，骄傲去行不义。主的道理永远存在，至尊至贵无比。主的审判公平正泰。咱通安心欢喜。所以来，咱来吟第1、第2甲第5节，请。圣诗
356首，356首。咱来吟第1甲第2节。第3甲第4节咱用读的吼，咱同齐来念，请。当我要吟诗来赴主宴社，为我所备办逐项真够额。当我要享受，尽量来享福，甲主相交陪，得永远快乐。除去伊以外，我拢无帮赞。只靠我救主就会得平安。主啊，只有你，我就真满意。真靠你配力，我就大胜利。好，接下来咱来看圣诗118首。直接来吟全首吼。第1节。上帝为咱听通不变，谁人会对着干？无相信。
上尾一首圣诗399首。愿上主带人来，迎接你心内。主的听每时求，家己行动在。愿主的光变照你。应慈悲宽待你，主心心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代。咱团的信息到这。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求你可怜我。我要秘伫你遐，秘伫你实骨的顶下，听候灾难拢过去。我要求叫至悬的上帝，逐项事拢甲我完成的上帝。上帝会对天施恩救我，互吞大我的人失败见效。上帝会对我发出慈爱甲信息。咱做伙来吟诗，先圣诗35首。主我上帝至尊至大，先圣诗35首。主我上帝至尊至大，主我上帝至尊至大，
着阿乐伊的名，宇宙万物以及人类，拢是对伊造成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我上帝之尊之大，着了伊的名，有着万物以及人类，拢是对伊造成。主的律法极完全，着行好顺坦易，世间高人有功自传，叫我去行不义。主啊，上帝慈悲前来，亲像父母疼囝，主的疼痛直到万代，所以阮拢袂惊。主的道理永远存在，一尊一贵无比。主的心肝光明正大，咱通安心欢喜。主的信心无所不在，甘我人冤过罪，地狱归身心心福在，欢喜足足成归。请坐。请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伫咱周报的第7页，来显着咱做伙来用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。来，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毕业组林内受苦，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。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咱即时做伙来启用伫新圣诗后面启用文第28篇，也就是诗篇118篇。启用文28篇，伫新圣诗118篇。来显着，我来刻，请大家来印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愿以色列讲，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救上主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甲我开公义的门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。去除师傅气杀的招。
这是上主的作为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奉上主的名来的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着举手机参加庆典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请咱同心额头来祈祷。主边听从阮的阿爸爸，阮满心感谢你，互阮伫连续4天清明的节期上尾一日，阮会当搁伫遮组织来三甲礼拜来敬拜你。阮也知影伫过去即礼拜，台湾发生真大的地震。即个地震的规模真大，互阮阁想起着25年前发生伫台湾迄届9.2的大地震，互阮心内阁充满了惊吓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即个过程内底，阮虽然无明白，这紧紧就来的天灾地变，到底你的旨意是啥物？阮有侪无明白，总是阮会当体会到。你对阮的怜悯，即届规模遮尔大的地震，总是阮无亲像25年迄届对台湾整体的损伤遮尔严重。互阮伫即个过程内底，阮体会到你的怜悯。即个地震，伊是发生伫日时，毋是发生伫半暝啊。伊是发生伫年假的前一日，毋是发生伫年假当中。互阮体会到这种种的卡壳，会当减轻阮伫人命甲财产顶悬的损失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总是伫即个过程内底，有一寡所在，台湾的东部伫花莲，损伤特别严重。主啊，求你怜悯，伫即个过程内底丧失性命、受伤的人、厝体受损的人。这内底其中也有咱教会内底、长老教会内底的会友，也有教会外的人。阮伫这几天的过程内底，有侪咱教会内甲教会外的人来参与伫救灾。主啊，求你保守伫参与救灾，在所有的人员，包括伫警消人员，包括救护人员，包括伫维护这铁公路甲厝体。会当健全的跩工程人员，甚至是远远对外国来帮助台湾人，来帮助阮跩外国的救灾的人员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互阮跩同心会当来协助伫这灾后的复原。主啊，阮也求你来帮助，伫阮其他的所在，虽然无严重的受灾，总是伫这几日。也有500几届的地动尾，互阮伫日时也是暗时咧困眠的时，总是拢会阁惊者，按面床顶爬起来。主啊，求你安慰阮伫心内的惊吓，互阮伫日常生活中，阮就会当做好准备，毋是讲外，总是阮做好准备，面对无法度来料想的意外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伫这过程内底。学着功课，互阮以后更较有备办的心，互阮会当亲像圣经内底所记载，阮是迄个巧的女婢，随时将灯油爱来添满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也求你来保守阮伫教会内，阮有兄姐身躯病痛，有需要带因检查，求你帮助医治因的身躯，帮助来医治因的医生。会当找到适合的医疗方式，会当透过好的医疗的器材，找到真正有效的医疗，同时也安慰因辛苦病痛、软弱的心灵。
主你的圣神，甲因三脚伫咧来安慰因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阮。愿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免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受事愿平安。阿门。遮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8章第4节到第8节，以及使徒圣经第8章34节到40节。伫新约143页，新约143页，那显着我来读。第一段对安尼遐个四散个人骗行传福音的道理，腓力落去该撒玛利亚个城，用基督传福音，众人听见，佮看见所行个神迹，就同心意腓力的话，因为侪侪人犯着邪神，遐个邪神大声嚎叫出去，半喙个、摆骹个。也侪侪得到医好，迄个城内大欢喜。第二段第144页34节到40节，我来读。太监因腓力讲，请问先知讲即个话是指什么人？是指本身，还是别人啊？腓力就开喙对即个圣经起，用耶稣传互伊。行路的时，到有水的位，太监讲：“你看，遮有水，我受洗礼有啥物阻碍？”就吩咐停车。腓力甲太监两人落水，腓力就甲伊行洗礼。对水里起来的时，主的神带腓力去。太监无阁看见伊，因为伊上路也真欢喜。后来腓力伫阿索多互人拄着，就骗行遮个城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咱即马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圣歌队所要吟的诗歌是《着纪念我》。
咱即粒请本堂柯成凯牧师来讲道。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传讲基督的事，传讲基督的事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面前，阮献上感谢，因为你听阮、看顾阮，伫每一日你拢甲阮同在，保守阮。这时刻，阮自责，阮来敬拜阿罗你。愿主你亲身看顾阮的敬拜，互阮的敬拜得到你的接纳。我恳求你赏赐的话语，成做阮每一个人的快乐，成做阮信仰跑走的根基。愿主你垂肯信心临到，互阮明白你的话语的意思。愿安尼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过偌济已经过啊！过偌济过了后，咱每一位军队耶稣基督的人，咱要安怎来面对咱的生活呢？当伫耶稣过活了后，上天，我想当时的门徒因咧面对一个新的局面，所以当因咧自责的时阵，因拢遵守着耶稣的教示。上重要一项事，咱伫圣经内面看到的是，因同心合意来祈祷。这个同心合意的祈祷，伫信心的印传里面，咱看到圣经记载伫许多行传内面讲的，迄个人数每一天拢在增加。所以递到许多，因必须要去关顾遐增加的人因以外的需要。使徒必须要伫因传讲耶稣基督的代志以外时间，因爱加真侪事务的工作。这嘛影响到使徒因本身，因的祈祷、因的传道理的时间。所以当这阵使徒因咧讨论，也要有人来协助因，来处理因所爱面对这事务的工作。照着因所讨论出来的标准，就是要有名望，要受到信心的差遣充满，搁要有智慧的人来担任这的事务。这7个人的名记载伫使徒行传的内面，其中特别伫这个名7个人选出来了后，司提反以及腓力。因就照着这甲其他5个人做伙来做这个代志。咱看到伫圣经内面，司提反伊有上帝所赏赐予伊的恩赐甲能力。司提反伊所做这个代志，已经超出原本伊爱协助使徒做事务的工作。这个是信心伫司提反的身躯顶。可以会当行这个大事甲胜利啊！所以司提反伊互一寡人目眶红，这阵人就煽动群众、长老、经学教师，找人来甲诬告。因将司提反抓起来了后，但是要甲处罚进前，信心甲司提反同在，互这阵人无法度真正来告伊。所以咱看到伫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的内面，咧记载着司提反伫议会中间，伊咧讲即个以色列的历史。即个历史其实是要指出以色列人对上帝无忠实，所以在场所有的伫议会内面的人，拢对司提反所讲的真受气。即个时刻，司提反互信心充满。伊抬头看到人子，看到上帝的荣耀，看到耶稣徛伫上帝正边，司提反就大声讲：“我看见天的门开啊，人子徛伫上帝的正边。”这句话，互在场所有人的情绪拢爆炸，因为因认为司提反亵渎了上帝。
即种因认为邪毒的话，因就用手甲耳孔按掉的。因无愿意听见司提反所讲话的声音，然后因甲司提反抓起来。照当时罗马的律法来看，犹太人无迄个权利去判别人死刑，所以佮根据利未记的规定，若是亵渎上帝的人，就爱处死；全会众爱用石头甲拍死。这阵人甲司提反按的罪名是亵渎上帝，但是因爱经过罗马官府的允准，因才用石头钉伫司提反的身躯顶。所以当司提反互这石头钉甲要无开的时阵，伊向上帝来呼求，伊讲：主耶稣啊，求你接纳我的灵魂。伊跪咧讲。讲这个罪无应该归伫这阵人，因就死啊！足侪人因为安尼就啼哭，总是这阵咧归上归伫耶稣基督的这个军队者，应该是属伫外国外邦人，因为若照犹太人的法典，迄是规定讲袂当对死刑的人来哀哭的。《使徒行传》记载司提反殉道的时阵，有讲到一句话，讲有一寡干净的人。这个干净的人是咧讲听到司提反讲话的人，证明司提反的确有讲这寡话的人。所以当因咧听到这话，因要点石头进前，因将家己外衫脱起来。因为这个外衫会妨害到因咧等石头的动作。这个时刻，圣经记载着一位青年叫做扫罗，伫这件等石头的代志顶面，扫罗伊无直接参与，总是伊犹原是赞成的。咱看到司提反，伊虽然殉道。总是伊带来影响，互犹太人相信一项代志，就是基督徒要脱离圣殿甲律法。互司提反的殉道，互这群人相信，然后因开始迫害基督徒，直到基督徒袂当伫犹太人中间来传福音。司提反的殉道。嘛是互福音开始伫犹太撒玛利亚这个地区传开，有一寡人逃走到安提阿，头一摆将福音传予外邦人，而且建立一个混合的教会，就是每一个种族的人拢来到这个教会内面。嘛是伫使徒行传内面，第一届互人称作基督徒。这位神学家奥古斯丁讲，伊咧评断司提反这段故事的时阵，伊安尼讲：因为司提反的祈祷，互教会得到保留。咱看到这个故事内面，对司提反互人杀了后，犹太人开始真积极的咧来迫害所有的基督徒。直到所有咧军队耶稣的人，伊袂当伫犹太人的中间来传福音，因为追杀，因就为四界走出去。福音的信息就对着这离开的人传出去啊！毋那是使徒尔，毋那是这7位互人选出来执事尔，还佫有四散到逐所在的信徒。拢将因所信的福音的信息，对迄个所选出来的人也好，也是信的人也好，因拢去传扬这个福音。司提反所带来影响是安尼，而且还佫有一位伫圣经内面继续记载的腓力，伊犹原是受到信心的引带，
伊咧做着使徒所做的工作。圣经安尼记载着讲腓利到撒玛利亚这个所在，当地的人来宣讲有关耶稣基督的这个事件。这个事件就是受难，就是定的十字架，就是耶稣死伫第三日了后过活的救赎的恩典。所以当腓利咧宣讲的时阵，《使徒行传》内面记载讲，有病得到医治，有互车神附身的，就离开伊的身躯。伫整个撒玛利亚城内面，因为基督救赎的信息，全城的百姓拢欢喜快乐。这阵因为受到迫害，离开逃走的人，伫上帝计划内面，转变真多到各所在四散开去传扬福音的工作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司提反受难的情景，甲主耶稣受难有淡薄仔同款的所在。司提反顺道了后，伫耶路撒冷的使徒、信徒，都因为迫害四散，信心的引带下面，带着遮的信徒，甲侪人因为扫罗了后的遮的追杀，互人关入去监牢内面，因犹原无放弃来传扬福音。互我想到一个人，就是伫第二届世界大战的期间，德国的神学家牧师潘霍华，伊是德国一个信义宗的牧师，伊是一个神学家，伊是一个基督教的文学家。伊捌伫即个灵性教会以及甲普世基督教合一的运动中间，伊真热心伫参与，所以真少年，伊就伫神学顶面，伊有真无共款的见解。因为伊是文学家，伊嘛留落真侪即个经典的作品。其实潘霍华，伊是互咱会当记伫是，甲纪念的遮个代志，是因为伫当时迄个纳粹的暴政。伊勇敢在对抗当时德国迄个不仁不义的这政权甲社会，因为伫1933年到1945年，德国的这个政权是由希特勒所领的这个纳粹党来掌权伫的，伊迫害以及屠杀真侪异议的人，而且伊阁实行一个种族主义的政策，毋那是安尼，伊嘛咧打压教会，互侪教会领袖受到关押。所以伫1939年的时阵，其实潘霍华迄阵伊无伫德国，伊受聘去到美国的纽约的联合神学院咧教册，但是伊伫美国，伊的心犹原真不安。所以就写一张批告别伊家己。伊这张批翻译出来了是安尼咧讲的。伊讲，当伊的国家伫历史的这个时期有困难的时，潘霍华伊讲，我应该甲德国的基督徒做伙，我爱甲因生活做伙。若是我无甲我的同胞做伙咧面对现主时的这忧闷艰难。那呢？伫战后，我嘛无迄个权利来参与伫教会的中间。所以伫第二届世界大战开始之前，潘霍华，伊虽然伫美国伊会当居留，伊伫遐无问题，总是伊决定伊要转去到德国。伊转去到德国，伊毋是要支持当时的政权。伊是要将即个反抗的行动，互世界的人拢知，
伊要互世界各界来有家己支持。伊毋若是牧师，伊毋若是神学家，伊当时嘛是一个德国人所看的即个革命分子，以及间谍。伊看到这教会拥稳着即个政权伫即个社会顶面所做代志，所以潘霍华伊嘛批判了即个纳粹暴行，来对即个暴行来无注意、无意注意诶，而且保持点点的教会。当世界大战要结束进前，伊互人处死刑啊！咱若看到潘霍华伫早期的思想的内面，比如讲，伊写的2本册《追随基督》甲《团契生活》，上主要是咧鼓励信徒爱过一个分别做圣的虔诚的生活。伫后期的作品，敢若伦理学的中间，伊咧鼓励信徒爱正面来看社会黑暗。爱亲身来实践信仰的公义，所以这是潘霍华伫一生短短30几年的时间内面，伊咧要向人来讲的代志。潘霍华用伊家己的性命来关怀家己的社群、国家，而且用行动来实践，来问家己所宣认的基督的信仰。伊的生命虽然短短，总是伊的言行甲伊所做遮的作品，拢互咱有真侪启示甲见证伫咧，影响着侪人对基督教的信仰观。特别伫战后，当德国的教会咧反省、咧思考的时阵，咧反省讲基督的教会要安怎来面对即个强权的时阵。是爱屈服呢，也是要反抗呢？教会怎样要来实践上帝公义？伫潘霍华的作品内面，引起了侪讨论。那呢，现在当咱咧面对基督徒受到迫害的情况的时阵，咱要思考的是，咱会因为基督的缘故。我会当做什么？可能伫咱所生活的台湾，咱无即个问题。但是咱受到无共款宗教的影响，悠然存在伫咱的生活中。咱爱互信心来引带咱继续向前行。咱袂当互即个环境来影响着咱。腓力，伊伫撒玛利亚传讲基督的代志，互侪人领受着上帝的信息。所以伫耶路撒冷这个使徒听到讲，哦，撒玛利亚迄个地区的人已经有接受基督的信息的时阵，耶路撒冷就派彼得甲约翰去到因迄个所在。撒玛利亚人虽然接受福音的信息，总是信心也未临到因的身躯顶，一直到彼得、约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伊洗礼，而且换手伫因受洗礼人的身躯顶的时阵，伫迄个时刻，信心充满伫洗礼的人的身躯顶。彼得甲约翰继续咧见证，继续咧宣扬主的信息，互在伫撒玛利亚迄个地区侪的所在，拢听到福音的信息。腓力已经完成了伫撒玛利亚的使命，所以咱看到信心继续找紧伊，信心对伊有另外的计划，爱伊往南行去。去到对耶路撒冷到加萨的路，这条路是伫旷野的内面。咱看到这段经文的记载，敢若有天使咧讲话，
腓力一句话拢无讲，伊就起来啊！伫即条路的顶面，腓力去拄着即位伊索比亚的太监。圣经对即位太监的描述，可能甲咱所认知的太监是无共款的。遮讲的太监，无一定是受阉割的男性，因为若受阉割的男性伫旧约内面，即种的男性是无法度进入到圣殿内面。但是咱看到伫圣经内面的描述，这位太监是一位真重要的人物，是一位外国人，有可能伊是一位犹太人，伊是一位有权力的人，伊的身份是伫女王的手下面咧做部长这类的职务，伊有真多的能力，伊有真多的权威。除了伊无熟悉上帝的能力以外，但是伊真愿意，伊愿意接受腓力甲教导有关耶稣的福音的信息。这位伊索比亚的人，伫希腊罗马的世界时，伊索比亚是咧讲到迄个皮肤是乌色的民族。咱若对古早即个希腊真重要一个史诗中间的一个《奥赛德》的内面，伊咧讲的记载讲，伫远远的伊索比亚的人是伫上远的人，所以咱会当来看到《使徒行传》中间，咱咧读到即位太监所讲的是对迄个世界边啊边缘，迄个一个城市过来的。伫诗篇68篇31节，讲到国色人要举手祈祷，这个古色所指的，就是伊索比亚。实际上，咱袂当看清这个太监，虽然伊是外族的人，但是伊有权力的这个大官，伊徛伫真重要的位置，伊上重要的是愿意接受真理，所以当伊请求腓力为伊来解说这个经文了后，腓力为伊受洗。所以当这位伊真刻薄，伊咧追求真理，伊伸出伊的双手，求上帝来接纳伊。咱看到这位太监，伊悔改归信上帝。所以讲，这个所在有水，我接受洗礼有啥物阻碍，有啥物妨害呢？阻碍也是妨害这个词，是初代教会在洗礼礼仪中间问答的一部分。因为伫洗礼时阵会问接受洗礼的人，讲有啥物款的阻碍也是妨害，互你接受洗礼呢？因为伫洗礼中间是一个包容甲稳定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无法度确定这个伊索比亚的人，伊伫洗礼进前的宗教的信仰的状况。咱也会当去摇，伊可能是犹太人；咱会当摇，伊可能是一位对上帝真敬畏的人。咱嘛会当看到伊是真毋望会当加入这个基督宗教信仰的人。对《使徒行传》内面所记载，伊的洗礼无受到阻碍，也是有其他的代志来妨害洗礼的进行。那安尼对这段经文，咱会当看到作者路加伊咧记载的内容，其实是咧回应耶稣上尾所吩咐迄个大使命，就是传道的时间已经确定啦。这个使命就是对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，达到世界的边界，进入到外邦人的中间。所以，腓力伊有法度解说圣经的能力，是伫上帝计划内面。咱看到对天使的指示，
到信心安排水的存在，到上尾信心将非力带走。这整个的福音的故事是临在伫加萨这个旷野的中间，用洗礼外邦人来传道。所以，这位伊索比亚人，伊的外表、伊的种族、伊的信仰，会当做即款的转变，拢是伫信心的催逼的中间来完成的。福音的工作是对旷野出去，这个是上帝的工作。圣经学者咧研究福音咧传播的这旅程的时阵，因有一个假设，伊讲这位接受洗礼了的伊索比亚人，伊转去到伊的家乡了后，就变做一个传福音的传道者。虽然经文内面无安尼记载，但是咱会当了解一件代志：这位太监，伊回应了福音，而且伊真喜乐行伫伊的道路顶面。所以这段经文的记载，咱有真丰富的想象。这个想象会当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引带咱做一个回应。因为通过非力所做的工，咱会当明白福音的能力。那呢，伫你的生活中，咱敢有这种传福音的喜乐甲快乐呢？昨拜六，我早起要挖中昼，去到咱边仔的目沙市场，边仔有一担咧卖丸仔的一个摊贩。其实我爱食丸仔啦吼，啥物丸仔拢好啦吼。啊，我就其实迄担我观察了足长的时间啊。啊，伊的卖物件无讲介济，但是伊的生意袂歹。啊，因为生意袂歹，咱知影就青，我就感觉好，我就甲买。虽然无比你讲，咱目沙市场有侪担是现做的，总是迄我看起来拢我介意食，所以我就徛去伊的担头前。你知影我得一徛伊担，还袂到伊担前，还袂徛好，伊就吐一个丸仔互我食。然后甲我讲，即个是啥物丸仔？即个是啥物丸仔？当我决定要买倒几种丸仔了后，伊阁吐2签，一签拢2粒以上的丸仔，讲来遮，互你请你食。我2个手拢摕丸仔，我讲我无手通摕钱互你咧，伊讲无要紧，你豆豆仔食，好食你阁买。所以要我买偌济？买几落斤哦，嘿。我要讲的是，当我转来了后，我咧想，虽然伊是因为要做生意，所以伊将伊的商品推销互你，迄是因为伊对伊的商品伊足有信心的。所以我咧想的是，咱每一位在场的兄弟姊妹，咱对咱所信的上帝是毋是足有信心的？我咧想，咱应该拢是对咱的上帝真有信心，咱都对咱所信的耶稣基督足有信心的。总是对方迄个卖丸仔的这头家娘，伊袂因为讲我无要买，伊就失去伊的热情。咱对咱所信的敢有信心？却有时咱对要分享咱的信仰，咱的倒退呢？我咧想，这是因为咱人用咱家己的想法去限制了家己。所以，咱若愿意互信心来引带，咱所需要迄个热情，信心会赏赐互咱。信心甲司提反同在，信心甲腓力同在，信心甲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同在，信心嘛甲咱在座的每一位拢同在。伫使徒、信徒、司提反、腓力因所面对的状况，伫今仔日
咱会伫无共款的地点、无共款的时间，咱拢有可能会去拄着。不过伫因的身躯顶，拢有真重要的信念甲行动，就是爱因去向人传讲基督的代志。腓力沿路所行，伊行的每一个城市，伊拢唔甘甲放掉。伊毋若是传，伊阁带着伊的能力甲权柄去传福音的信息。伊伫撒玛利亚就是安尼，所以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甲伊同在的即个信心。伊知影主耶稣基督无愿意一个人沉沦，因为耶稣要来超找失丧的人。腓力带着基督吩咐的使命，伊到撒玛利亚的逐个城市，咧超找迄个失丧的人，要将伊带转去到基督的面前。所以咱看到今仔日第8章内面，通过腓力一个人的传道，就展现了主的道理咧传播到犹太的全地。那呢，传福音毋是一个专利，嘛毋是一个特权，是咱所有信徒的责任。毋是牧师，毋是长老，毋是执事，毋是同工，是每一位咱跟对耶稣基督的人，咱的责任。这个责任，嘛是咱改革中的运动中间一个3个信念其中的一个，就是万民拢是祭司的精神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爱记得，真正会当将福音传开。甚至传到外邦人的世界，往往是咱每一个人，咱愿意互信心所差遣，咱愿意互信心来使用，那呢，才有法度将这个福音放入到你的生活的四周围内面，咱才有法度互信心的引带甲扶持，互这个福音的信息，真正互人会当听见。互人会当看见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，阮看见腓力，看见司提反，拢领受信心的差遣，因为信心想使因有教业的能力稳定。愿主嘛想使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有这个气力甲能力。互阮手中所做工、嘴所讲的话，拢是要来宣讲基督的国外的信息。愿主亲身看顾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要举行圣餐，请咱来唱圣诗第356首。主，我担就爱见你的面。咱唱全首，咧唱的时阵，请服侍长老来备办。
3节。这时，咱们来举行圣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属伫教会的陪餐者，咱三角来守圣餐。咱来听主耶稣对关于归向伊的人所讲的话。恁若着我背重担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喙焦行慕伊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各位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所受，也把传互恁。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，又提饼祝谢，擘开伊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着今年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佮旁杯讲：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今年来纪念我。因为恁大概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咧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，又提饼祝谢，所以这时咱尊叹伊的名。咱大声来感谢上帝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照着你的命令，摆设这个宴席，是为纪念你永远的祭司。阮恳求你找见信心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这个饼甲杯，互阮领受对你下来的身躯甲保护，伫你的恩典中间。阮得到帮赞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，也伫你的恩典中间来成长，互阮一生拢会通荣耀你的圣名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既然每一届食时，就今年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佮旁杯讲：这个杯是新约，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今年来纪念我。这个饼是主耶稣的身躯，伊伫十字架顶死，为咱每一个人所拍破的。主耶稣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主耶稣的身躯为你所拍破的，咱请服侍长老。
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每一个人所拍破的。咱每一届食的时，就今年来纪念伊，咱三甲来领受。最后所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今年来纪念伊。咱请服侍长老。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主耶稣用伊的血，甲咱每一个人所立的。咱每一家啉的时，就今年来纪念伊，咱同齐来领受。咱每一遍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。是咧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众人三甲伫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对阮每一个人极大的疼，互阮会当领受你的圣餐，
真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。阮明白你听阮，所以阮知阮每一个人拢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。我嘛是受到你祝福的信徒，恳求上帝，互阮会当奉献阮家己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一个圣洁的交通，会当荣光你的名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咱即时来唱回应的诗，新圣诗118首，上帝为咱疼痛不变。新圣诗118首，上帝为咱疼痛不变。上帝为咱疼痛不变，啥人会对敌咱？无少圣囝为咱来献，万米白白予咱。请大家起立，做伙来吟。上帝为咱疼痛不变，啥人会对敌咱？无少圣囝为咱来献，万米白白予咱。啥人？遮济，这是咱要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自甘心乐意。若是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恁的感恩。请事先的同工。咱第一遍的奉献是圣餐的奉献。咱今日圣餐的奉献是为着博爱手艺教会来进行奉献。
线接是主日的奉献。真济。所内底报告进前，咱做伙来读金句2遍。金句伫今仔日的周报第2面，咱现着做伙来读2遍，请。既然你所做，就出伫心内做，亲像服侍主，毋是服侍人。哥罗西书第3章23节。既然恁所做，就出伫心内做，亲像服侍主，毋是服侍人。哥罗西书第3章23节。咱来看后周的圣经分担。后周的领袖是潘美妍长老、苏礼潘美妍长老、苏琴周圣美、献诗朱日学、苏宪施欣瑜执事、林中和执事、焦太施欣瑜执事、林家营兄弟、音控陈佑晶、周芳邦，讲稿是柯成凯牧师。华语礼拜后周领袖敬拜团，司礼潘美妍长老，司琴黄文琪，司宪施欣瑜执事，林家营兄弟，焦太施欣瑜执事，林家营音控陈佑晶、周芳邦，讲稿是柯成凯牧师。咱后一周聚会的内容，拜三查经祈祷会，要查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5章，主理是柯成凯牧师，司会张景伦执事。咱后礼拜台语礼拜，
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19节至25节。题目是生命的转变。新圣诗要唱36首、550首、甲388首。主理是苦心凯牧师。过来，咱现到周报的第6页。本主日礼拜举行圣礼典，今日的圣餐是为着博爱守愚教会来奉献。第二，奉献的证明。本主日礼拜以后，大家会当去1楼柜台请找干事来领取2023年度的奉献证明。第三，儿童主日学的报告，主日学要伫4月21伫台北一日的春游，要去到南门教会聚会，甲邮政博物馆参观。邀请咱厝的内底有国校以下的学生做伙来参与，就是伫读国校甲幼稚园吼。行程伫第8页，报名表伫1楼的柜台。报名费是100块，欢迎赶紧报名参加。第4点，奖学金审核通过名单，国中吕新妍，高中张信仪、许伯恩、陈佑新，大专林聪慧、黄慧谦、许承恩、张约典、林崇珍、张鹤，研究所吴玉成、朱月贤。定伫4月14台语礼拜中要来颁发奖学金，所以请受奖的同学爱参与礼拜，而且亲自来领奖。第5点，三峡教会建堂仪礼，4月21主日礼拜会由三峡教会李仁和牧师来请安募款，请兄弟关心代祷。相关的资料伫1楼的公布栏会当来家己看。过来为着咱教会两只基体来祈祷，求主来医治，求咱会当伫厝的为着咱顶悬这个名单的兄弟来做伙来祈祷。第2点，4月初3，台湾发生大地震，花莲地区规模真大的地震，真侪建筑物受损，愿主来互这个地震会当煞。平安来到，东部各中会陆续拢有灾情传来，嘛有死伤，求兄弟请兄弟来为这件代志祈祷，求主来保守。所来教界消息有3点我大约讲者啊，请大家落去公布栏会当家己看。第1是志工的训练，第2是初阶中级训练会，第3是急难救灾的训练。详细咱伫公布栏会当看。咱今仔日的奉献，若是有出入的所在，会当请向财务的同工来请伊来见证。今日敢有新来的朋友？今日无吼，好。那咧，咱即时咱行起来，咱用行平安礼来唱，咱拢诚做一家人来互相请安来。
咱犹原徛着来吟祝福的诗，新圣诗399首，愿上主大人来。吟诗煞，请副牧师祝祷。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智慧甲能力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救活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互咱一生拢来传讲基督的事，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咱圣餐的钢杯摕来后壁回收，谢谢。这是咱礼拜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